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嘅节目。今晡日老大家来小解对你生活地路当重要嘅东西，该是系手工嘅茶具哦。特别对农业社会嘅世界啊，大家可能谁上府用茶具，谁身体用茶具，谁跳那么用茶具。不过过段时间过后是当少用茶具，你一下又开始来用茶具咧吼，不过系手工嘅哦。大家咧分享你今日来宾其实系按介手工茶具嘅创办人陈佩仪，欢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新球陈佩瑜，欢迎欢迎哈！大家会起头讲，真的很有诚意哈，动用心意哈。因为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这个客家话其实是你平常有机会说，可是第一次在节目上说，对不对？是，没错。所以你是新竹的客家新 Q， 对，新埔。好，新埔哈，你嫁到那个新埔这个客家庄多久了？哦，多久了？民国77年到现在，因为孩子都长大了。以前啊，有亲都跟你们讲，有冇说，哎呀，这个哈，嫁男人的时候，请留墨本，不要嫁给客家人。你有这种感觉吗？没有耶。因为刚结婚的时候，真的是有同学讲说，你好大胆哦，你嫁给客家人。可是我觉得嫁过来很好啊，公公婆婆我们是世代同堂。哦，真的。那个时候，对对对。那可是你刚嫁到客家庄的时候，会娶到公，哎呦，因为公公婆婆听说讲客家话嘛，会不会觉得好像好陌生哦，听不懂的感觉，会吗？刚开始来的时候，感觉像在另外一个国家，但是我公婆对我真的是非常的友善，他们会再翻译一次给我听。哦，对对对，所以你俩下川普走在堂的是嘞，像我现在讲，大概都听得到，听得懂，这样子很厉害啊。但是就是没办法说得很长。好，可是你可以说一点点，比如说有时候吃饭对不对？吃饭，这个走对吗？可以。那而且赌信部洞有一种洞系洞喉系是什么？白色的，对，板条，这个会对不对？会啊。对，我觉得其实客家话就是豆糖。羽毛豆狗慢慢就会了。不过今天昨天绕墙的佩瑜来到节目地读到台家来分享东西，我们是其实觉得很开心呐，对。而且你可能客家姓 Q， 对不对？而且台家一般那个回流 Q 海陆腔好像是蛮难的，但是你听起来还好，对不对？还好。不过今天绕墙一来到两片给老乡亲朋友来少改嘛改嘞，你看现场，哇，这都是你带来的。你讲插布，都是你做的，都是我做的，纯手工，对，还有一些是跟人家学习的，都有，跟人家学习，其实很有意思哈。今晡日呢，其实安永改共走时啊，就是佩瑜其实带了很多的自己亲手做的手工改插布，让大家都分享到底手工皂的好处是什么。对，然后它其实做起来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困难。不过比较有意思哈，我们先从一家手工皂，我们从这个故事讲起好了。其实这个对不对？是这个绿绿的，可能会呛呛，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可能会呛呛，很嘛改嘞。一改翻译改名词叫做牛根皂，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哦，牛根皂就是用牛大便。但是我们这位李校长他把它用了一个很文雅的名字叫熏香粉。哦，熏香粉是，事实上就是用牛粉大便，对不对？是牛洗走，好，台刚跟我牛洗，可是它闻起来是清香的。是哦，你第一次人家找你合作做牛根皂的时候，你有吓一跳吗？有，我觉得好惊讶哦，从来没有听过说用牛大便是可以做肥皂，从来没听过。那我觉得这个李校长他很有他的智慧，他的这种独特的想法。是，那我也很有勇气，我就接受了。好，那第一次到他家去了解之后，哦，这个牛粪粉他就给我看嘛，已经是磨成粉的。对，我当下我就拿来闻呢，我怎么有勇气去闻它？因为我的印象牛大便就是在地上就是一坨大便。那后来李校长他有跟我分析，他说这个牛啊，它就是吃很天然的青草嘛。那吃青草之后呢，那个解出来的粪便，它是利用那个太阳去杀菌，还有曝晒，翻脚曝晒。
然后再来是磨成粉啊，然后再来入灶。其实乡亲朋友们的还记得吗？其实之前还有访问过一届你讲水牛学校的校长嘛，李校长李春信大哥，对，他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有水牛，对，然后他就是其实用该你讲牛洗走年料来走，用改插骨你改配语基本意识让它发扬光大，有没有？就做很多这样的牛羹皂。后来你自己做完牛羹皂，你用好用吗？好用。我第一个用，我比李校长更早用。我一切好验完皂，我就自己快点先用。我觉得用的感觉大胆的去用它，真的没有错。因为也可以洗脸哦，可以洗澡，很滋润。你有搭配对的油品这样子。对，以前我们的农业社会其实该用些动医美用擦顾都洗上啊，对不对？好，那时候也会用擦顾来洗身体、洗天那么慢慢可能大家是不是好习惯用你讲性匮乏像沐浴乳这样的东西。可现在大家好像说要开始回归一些比较天然的、比较好的油，然后做一些更好的肥皂。为什么？因为台家熊可能应该也勾懂你的性体耶。是最亲密的接触，是对，所以就会做手工香。可是你一开始好像也没有很喜欢哦。我没有很喜欢，而且我也觉得我没有勇气去做它。其实我在大概7年前我就开始第一次在竹北的救国团，我上了1期的课，但是它并没有引起我的很大的热忱哈，我就放弃它。但是材料一堆，就是5年当中1次都没有摸过。然后有一次一个朋友他就拿了一个洗发液的配方，他说你以前不是有在学肥皂吗？你做做看。我也是把它接下来，我说好啊，做做看。结果我做失败了。那做失败之后，这个洗发液我就去网站去搜寻，翻着翻着就翻到手工皂了。然后从国外看到，从国内看到国外，我就发现手工皂实在是太漂亮了，我就很想要做它，然后就自己从网站还有买书就自己摸索，就一直摸索，然后后来就是摸索到现在。台大口内 MD 其实佩瑜有一个很特殊的背景，就是医检师。是，对你觉得当医检师，然后现在变成做手工改插顾，其实是有帮助的嘛？有帮助，因为我每次在做皂，真的是就像回到以前在学校在做实验课。酸碱平衡啊，酸碱滴定啊，然后颜色的变化啊，这样子，对，很有趣。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台大为熊工斗来走擦顾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原料？其实听说佩瑜这样子哇，做了这么多，你看烟囱逮了俺豆，你赌田洗大家可能都熊偏黑，安用改手工擦顾。听说你有个原料是用豆奶。有机豆浆，而且蛋强还豆奶，还有机改豆奶，这可以做手工皂。是哦，因为我从去年的4月，我在新竹北那个新竹时尚好市集，在那边设摊，每个礼拜。那我们的一个伙伴，他就是卖那个有机催芽豆浆。那因为在最近我在新网屋有开小学堂，那我很想说用这个有机催芽豆浆做成皂来分享。教大家对，结果怎么样？效果好不好？我自己有先做了，像那个白色的那块这边是那块就是这块白色的，对，那是用那个有机催芽豆浆做的，因为豆浆很浓郁，可看起来是豆浆的颜色因为我没有入其他的颜色，是，这就是最原始的嘛，对不对？也是最好的，对这就是豆浆做的擦顾。乡亲朋友都有意思大家有想到吗？你谁信的擦顾可以用豆奶做出来，好有趣，对不对？如果在现场，其实我一进来，留两改时间，还是先发现到一得擦顾动物女士黑马改擦顾嘞，先从这个看起来颜色很鲜艳的，有没有？你看，呛色、黄色、杠色，重点是里面有一台玩具车。我就在想说，这个小朋友应该很喜欢，是没有错，对不对？我在新老屋在那边设摊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他们自己的眼光就会搜寻到这个地方来了。因为我觉得在新老屋，它是一个很适合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这边在这边逛逛，很悠闲的地方。我觉得我手工皂应该再创一些，也可以适合小朋友来玩的。对，因为桑西理工走手工香皂啊，其实虽然除了可以用很重要之外，其实你有一点点创意，那个吸引力会不一样。如果讲你个声音不喜欢洗澡，好谁洗来，好谁修，你是卖聊到手工皂不易用，基本不都地不都该谁擦就勤洗手，会不会？会。
有这样的机会，对不对？小朋友他们看他们好会乖乖的洗手。本来一天可能妈妈说哦，一天呢就是吃完饭洗手，你还不都该地不都该洗擦口内，摸满洗脸说，哎，过一会说妈妈我可以洗手嘛，对不对？就是用那个小车子。对，其实田中带起来安用改擦顾，其实还有带来很多，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组合成的一个图案的一个的手工香皂，对不对？这也是你自己的设计。这不是我自己设计的，因为我从塑造开始做，一直做到照边照，然后渲染照。我觉得人是学无止境，是对我就很想再去跟更厉害的老师去学习。对，像这样子的手工皂，台大有糖都配于公度信周改信啊，不在新武瓦屋的市集里面就会看到你的摊位，对不对？是的。它是什么时候会在那里？每个礼拜六。哦，所以每个礼拜六只有5个小时，几点到几点？我们早上是11点到下午的4点。哈哈，所以都会在现场吗？都会在现场。哇，那这样子太棒了！用金朋友是动又风啦，因为很多信啊、波改实体、翁改时节是可以逛到不同的摊位。更重要是，其实地图啊，用你的手工香皂的摊位在里面，对不对？是。我还喜欢用动吼就憨给时间很信做憨憨聊聊，以翁13号市集，对，然后也可以看到配于本音读该片，而且事实上还可以介绍，对不对？可以，你还会亲自介绍这是什么功能。对，我很愿意。因为有的人会告诉我说，会请教我说怎么做，我会告诉他。他们觉得说一般人是不会告诉人家的，他觉得我很不一样，我会很热心的告诉他这怎么制作的。对，而且你该配于但强读该市集里面告台尬讲，手工香皂用一种，其实基本伊咧度两片，你夏日团改节目其实会带落一只当有意思，你讲手工改擦骨，用乜改做的，乡亲朋友你团看看吼，佢做啲用油机嘅调呢嚟做擦骨，佢係咪用乜嘅東西嚟做擦骨咧？所以請你嘅鄉親朋友係先聊下。啉下茶呢？做啲咱嘅鼻lau之類哦，等下咧，我哋咧學看看到底用嚟做擦骨。今日繞牆道係你嘅客家興趣配語嚟到節目地圖，讓大家來分享自己親手做的手工擦骨吼。對，然後住在新埔，對不對？你看有板條可以吃，還有一個名產，還有一個名產柿餅，對，因為太多了，我不曉得我要講哪一種。太多了，對哈，柿餅可以做任何的東西。柿餅，柿餅還可以染布。可以染布，对不对？可是今天呢，鄉親朋友想講，我講到起邊怎麼改？其實是要賣個關子，因為我們基本也教大家來走手工香皂哈，手工改擦骨，大家來想一下，你有種乜改來走嘞？我們跟大家公布一下，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什麼手工香皂？我今天要做的是馬鈴薯加濕皂。好，馬鈴薯，對，馬鈴薯不就是一個吃的嗎？大家拿來炸薯條、剖馬鈴薯，所以馬鈴薯可以做手工香皂，对，为什么？为什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因为马铃薯里面有淀粉，它可以增加它的洗净力，用在厨房啊、抹布啊、洗碗筷啊都很好。所以，又没有加防腐剂，所以今天做的两马浪酥改手工擦骨是可以在厨房使用。是，哇，太棒了！那赶快请我们的佩瑜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 ，OK。我们今天马铃薯加湿皂的配方哈，是用椰子油、棕榈油跟芥花油，这些油外面就都买得到。对，买得到。好的。然后我全部都把它倒进来，因为我这个克数都已经算好了。那这个是椰子油，对，里面也有。是，对，这是椰子油。对。那比如说它大概要多少比例？比例哈，比例它是用克数去抓。应该讲说，我椰子油，我是用70%，对，70%，对，棕榈油是15%。15%，芥花油是15%，其实那就很简单嘛。乡亲朋友就会觉得说，那我到底要用多少比例？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去买这3种油，是对不对？然后这3种油其实就是70、15、15，对，这样子的比例就对了。是，这个要特别讲一下，这看起来这个比较麻烦一点，这是真的很恐怖，这是强碱，是氢氧化钠。我现在家已经先做了哈，用氢氧化钠跟水溶解。哦，那因为氢氧化钠，为什么你医检师的背景很重要，就用在这里了，对不对？是，氢氧化钠跟冷水哦，如果你很多的氢氧化钠倒在冷水里头，它的温度会高到70-80。哦，太高了，好可怕哦！所以说我们在做皂的时候，这个是非常要小心的哈，甚至
有些人曾经有一个社会新闻，是他有那个就是他厨房那个水管，他用强碱去清洁。然后再倒上热水，结果爆炸。哇，佩宇，你这样讲，我们会被吓到哎，所以请你小心一点哈。我这个已经是平常我在家做的时候呢，我是会戴这个护目镜。哦，护目镜，还有口罩，还有手套，是，还有工作服。像工作服的话，我会穿长的，因为你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就会痒痒，开始痛痛的。哎，那这特别要跟用亲朋友来讲一下，今天实在是因为节目示范，对，所以我们没有。我们现在是要倒碱水，对，然后就均匀搅拌，一点一点倒吗？我们本来是油的颜色，对不对？对，现在倒下去，它会慢慢的混浊。那碱水比例呢？碱水比例就是要去算每一个油，它有它的皂化价。那像你这样子的比例大概是？这个比例上，应该是它的皂化价，然后它3种油的皂化价的和，所以这必须有个公司去带它的。是，不过至少流程就是这样，大家其实看得很清楚。对。用心佩玉其实轻松是佩宇在家里的时候是戴护目镜、口罩、穿长袖、有戴手套。我们可以给观众看，它颜色有一点点改变，有一点点混浊。本来那个油很轻，是，现在变得有点混浊。请佩宇小心一点，你没戴那个手套，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好像没有很难呢，没有很难。然后这个开始它会慢慢的变稠，一开始它可能就是类似稀稀的像加了一点太白粉啊。那这有规定要顺时针或逆时针？没有，你要这样子打也可以。那可以顺时针打一打，再逆时针也可以。这样子打完手酸了，再换个方向。那其实也可以稍微训练一下你的肌肉，对不对？对对对，还有蝴蝶袖，还有蝴蝶。哎，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很疗愈，哎，对不对？有时候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很专注做一件事情，有一些烦恼会忘记。对对对。所以而且你自己做出来之后，又是自己的创作品，又会觉得感觉不一样。对。所以就这样子打，要打多久？打到像有一点像那个玉米浓汤的，比较稠的，更稠的一点的时候哈，我们就要加这个东西。这是什么？这是马铃薯汁，颜色很奇特。这马铃薯汁它原来不是这个颜色，是刚开始是白白的。我是会先削皮切块。好，切块之后呢，然后就用果汁机去打，加一点水，放到果汁机加点水打，然后这是因为有一点氧化，对不对？对，所以这颜色是正常的，看起来很像葡萄汁改生狗皮紧松感，而且佩宇说底下如果有一点沉淀也是正常的，淀粉，对，所以就达到有点像玉米浓汤的程度呢，我们就这样继续再把它加下去，然后这个马铃薯汁呢，它也可以帮助这个皂液更皂化。所谓更皂化，它就更浓稠。是。看佩宇做就知道，其实还蛮优雅的，是可以很优雅的。是，对。你看，好比较浓稠的。我看。有再看一下下，真的，因为它这个颜色有点像玉米浓汤了。通常我在家的话，我是马上过滤，马上做，所以它皂的颜色会比较淡。马上过滤，马上做，所以颜色会更淡一点点。对，就没有这么深。对，那因为今天是氧化，但是这个不会影响到我们洗的感觉。对，哇，所以然后接下来这样搅拌要多久？搅拌大约15分钟可以完成，因为马铃薯汁刚刚我有说过，它会增加它的那个皂化，它会浓稠更快。我们这个搅拌的功能是主要是要让所有的油跟所有的碱去把它做化学作用、化学变化。对。如果你没有搅拌均匀的话它的肥皂在成型之后，慢慢的它会很快有一些油斑。也是一个油斑的一个原因。所以用亲朋友哈，两下抬价地嘞，其实就是像佩宇这样子，安尼紧吊，其实有吊15分钟。可是因为在节目我们不可能这样拌15分钟嘛，对不对？所以佩宇真的很厉害哈，有帮我们带昨天在家里先拌好的成品，是不是？对，这个也是算是，其实已经是半成品了，但是这要再拌一拌，还不够。你要甚至到这个衣面哈，你这样是有痕迹，你在衣面是有痕迹的。是，哇，感觉上好像要做什么海鲜煎饼哦。然后我现在跟大家说，准备一个牛奶罐，对，牛奶罐这是不花钱的哦，然后就倒进来，就是环保废物利用，对。哇，好有趣哦！倒进去，倒进来之后，你把这个锅边弄干净哦，这样子比较省，比较省。对，没错。不要丢掉。
不要丢掉。然后这个锅子呢，你可以放1、2天再去洗，它就已经是肥皂了。我懂，这个锅子就本身就已经粘满肥皂了，很好洗。对，好，然后这样子接下来要摆多久？这样子接下来你摆大，明天或者是后天就可以了，就好了。它这个是变热的哦，对，它会继续皂化，是，那温度会有化学反应，对不对？它会温度会慢慢爬升，所以呢，我们的洞啊，不要全部把它封起来，如果全部封起来的话，它在里面，它的最上面是会爆开的。那有没有成品在现场？要小心，哇，太棒了！这是今天的成品，对，这是我前2天做的，现在脱模喽，脱模。我觉得真的不会很难，可是要做笔记，最重要的是要去理解它的这个比例就可以了，是，对不对？对，还有皂化架去了解它，对。糟糕，会不会很难打开？不会，其实不会。它已经完全是一个跟肥皂擦固漂溶的固体了。对，那所以其实就可以拿来洗碗了。是，然后再切好，你依照你想要的形状哈。对，你看这很平滑，就表示我在做脆丝的时候哈，在打的时候是打得非常的，对，就是技术很好。没有打得很匀，是很认真的打。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准备刀子，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是用脆豆切死好嘞，菜刀就可以了。哦，你就是把它放平，然后切一块一块的切，这是家事皂，对不对？对，家事皂。哇，切好之后你就放在环境就是有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所以那一般的手工皂也是这样保存吗？对，也是这样保存。但是手工皂是洗在我们身体肌肤的哈，我会放2个月。那晾皂的原因就是让它的水分还有那个碱的成分跟随着挥发掉。挥发掉之后，我们再来使用。那因为这个家事皂呢，它通常是用在我们洗净的一些物品。是。所以呢，我们就可以1个月就可以使用了。我觉得很棒哎！大家有想看吗？等下后还个阿布拉在煮棚的时间有吗？洗碗的时间就拿这个洗碗就好了。对，这就是一般。然后而且又可以洗得很干净。是。然后因为这是马铃薯做的哈，刚开始这样闻的时候就很像马铃薯是蒸过的那种马铃薯的味道。是。哇，乡亲朋友啊，因为大家有看到吗？其实安用改贵杂狗肠哦，当然。老大家咧分享讲，其实手工擦故事安用英其实做得走出来嘞哈，而且走改狗仓其实感觉上是一个还蛮舒服、蛮疗愈的一个过程，然后不会太难，对，太难。最重要的事情是安用改擦固，你走出来改狗后，其实你在使用上面很方便。更重要的事情，你使用起来很安心，是对不对？好，一般的运动那东西洗碗啊、洗盘的，大家会觉得上面我用嘛改东西好，好改东西不用都当够，其实不会，自己做安用是费松改安心，好容易落下起头哇，很开心，对不对？用心朋友啊，大家有学起来吗？带起来安用哦，你下堂节目还有很好多改东西的分享。今日食材东方，就得绕墙的配语来到节目地图哦。上一段节目太有趣了啦，到台家走马浪书改手工擦固哈。我很喜欢家事皂，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洗碗啊、洗盘啊、洗抹布，为你讲都走得用那个马铃薯家事皂，对不对？好有趣哈，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肥皂有不同的形状、模样改颜色哈，有时候也是觉得很梦幻哈。不过这段节目不得了了，我们要做什么？护唇膏，护唇膏是会擦在我们的嘴唇上面，所以你有可能会吃到所以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真的完全无毒才可以，是对不对？没错。而且呢，你可能爱家修给那也是一个天然的护唇膏，走之前呢，我就觉得我想说先来闻一下，屁呀不得了，玫瑰味。所以老师用玫瑰精油，我今天用的是很好等级的玫瑰精油，很好等级的，所以这就是现场老师带来的材料，对不对？是的。乡亲朋友，你还有咧简单到台高来讲哈，其实护唇膏也可以自己做，是对，然后又安心。是。那老师请开始。
好，我们今天做的护唇膏的配方是黄金猴把油，还有一个让它凝固也会保湿的是乳油木果脂，还有这个堪地里拉娜，这个都是让听起来很难，但外面都买得到吗？都买得到，好，所以不会很难。如果名字记起来，到外面买是买得到的。是哦，没有这种堪地里拉娜，用蜜蜡也是可以。蜜蜡是不是？因为老师这名字很梦幻呢，堪地里拉，堪地里拉这样子。那其实护唇膏就是一个油啊，一个脂，一个蜡，这3种东西。那我现在开始做了哦。是。然后之前因为我刚刚已经先溶解，这2个比较难溶，所以我先溶好了。另外也把这个黄金猴把油加进去。所以老师手中那个小烧杯里面的油，就是你现场用镜片有看到的堪地里拉娜跟乳油木果脂以及黄金猴把油加在一起，是吗？是的。然后搅拌，是不是？搅拌，然后加数滴精油。哦，这个很重要，有一点香味。这个精油是不是就是信上宫玫瑰精油？是，这是大马士革玫瑰精油。很高级呢，老师。因为我们是要放在唇部的哈，我们买好一点的精油来加。对，老师这样闻就可以闻到精油的味道了吗？如果现在这样闻，有吗？可以呀，有闻到了，是。哇哦！然后我今天示范2个倒法哦。所以这个就是去外面买就买得到这个护唇膏的膏管，可以。哇。老师，这心要很细腻耶，心思你看，好好玩哦。好的，老师，你是倒到表面张力是不是？是的，没错。哇哦，那技术要很好哎。好，它虽然是倒到这边，等一下它冷却的时候哈，它会有这个洞洞。哦，中间会有一个洞洞。来，老师，其实就是我这个也有，对不对？就你的意思是说，就是这护唇膏前面那个洞，对，这个洞洞，然后我们再去把它补满，它会比较美丽一点。哦，所以是拿成品再去补，对，拿成品再去补，补在这上面，然后再把它弄一下，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就是完成品。它这完成品它干的时候呢，它就会像这样子，有一点往上的一个弧度，这样比较美丽。哦，难怪，因为刚才要做的时候，老师就说来，你拿那一支给我，因为那一支上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弧度，所以就是你打开之后，它上面是有弧度的。是的。所以老师它有盖子，对不对？我们再自己盖，就像我手上这个。做好之后就马上把它盖起来。对，这样子，然后再贴上一个这个。唇膏的这个贴纸是这个送人非常好用，然后自己用。但是这个是护唇膏，算是化妆品，所以它有规范，是工厂登记才可以贩售。所以老师我们不能贩售。那老师我是免工厂登记，所以可以做手工皂。哦，是。老师，那你像这个是可以贩售吗？不行，不行，是只能赠送。没有，老师我开玩笑，只能赠送，跟自己用。跟自己用。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护唇膏等于是你这样子摆，它多久会凝固？很快，它大概是10来分就凝固了。所以这么快？所以护唇膏的完成就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等下就可以带出门了。可是我们有时候去百货公司卖护唇膏很贵哎，是，有时候一支可能还要900、1000。对，没错。可是它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而且这个你自己做很安心。对，那问一下，像如果说我做很多支，我自己慢慢用，它可以保存多久？哦，不可以哦，因为我这个没有加防腐剂，会油耗掉，大概抓1年的时间。哦，对。所以你看，它就是因为它完全没有其他的防腐的原料在里面，所以这就是可以说是最天然、最直接的护唇膏。是。老师，那应该2下几缸是不是都用自己做的护唇膏？当然啦，我都自己用。在自己包包都一直有的。哇，用起咩有起到嘛哈？其实基本你身上带落嚟俩，你讲护唇膏其实做起来嘛唔会冻难哦。当然你可能有些生意卖吹料啦，卖吹料去了解几个比例够好。其实身上做的我觉得好简单哦，是落去搅啊，放到俩管子里面，然后10几分钟它凝固之后就可以用嘞。对。可是其实不只是护唇膏，你讲到擦固吼，老师其实还有俩很流行。我们说母乳皂是不是？对，母乳皂。对，老师也有做母乳皂，也有母乳皂的故事，是不是？对，有。因为我在市集在那边展摊的时候啊，有客人会有第一天就来跟我买了。我去年4月开始展摊，他来跟我买之后，然后在下个月他就在下个礼拜他就过来，他说他希望我帮他做母乳皂，他觉得我的皂很好用，这样我说好啊，那你的母乳皂。因为你那孩子看起来就是7、8个月了，我说那你放很久了，放了7、8个月。他说他一直冰冻着，然后再找寻一个
他就是等于说缘分啦哈，找一个有缘分的人帮他做母乳皂，然后找上我，然后就一做再做，已经做第3回了。他说母乳皂终于做完了，是，所以就把他库存的母乳全部带回去做母乳皂，然后再带回去用，真的都做完了，是，所以就变成你的固定的客人了。对，像这样子都一直都有。不过用心朋友，其实老师做手工皂，这样总共多久时间了？我从开始真的在市集到现在是1年。刚好1年，其实没有很长，但现在兴趣已经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开心。一开始觉得还有一点排斥或不喜欢，现在是非常开心，对不对？对。其实线上呢，跟大家黑豆时从我们讲的是市集哈，13号市集地图有手工改插骨，然后大家的分享，线上也有教学的课程，有对，而且是去安养中心，是不是有爷爷在峨眉，在峨眉一个日托的养老中心，对。第一次接触到像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觉得很棒。那边的老人家都是真的是70、80岁，然后白天呢，他们可能没有家人可以帮忙陪伴他们哈，然后就有一个理事长，他就成立这样的一个环境哦。好，我觉得日托中心在台湾哈已经渐渐开始了哦，像湖口啊、竹北都有，但是峨眉的那个。很多人寿命都非常长，真的，因为那里环境很好，老人家特别多，然后白天会无聊哦，然后来这边上课，每天从礼拜1到礼拜5都有课程。那你觉得给阿公阿婆有开心吗？做手工皂，他很开心，然后还会谢谢老师，我觉得很有趣。那他们做的手工皂就起嘎留下来，起嘎绒，就自己用，对不对？对。所以他们当然觉得很开心，因为很有成就感，对不对？而且带起来用基本你来到节目地图到台高的分享，其实佩瑜老师的家人也很支持。是我家人都很支持我。哦，听说儿子还偷偷帮你宣传是吗？哦，对，他会上网去帮我接 case。儿子多大了？儿子刚当兵回来，很大了。对，女儿更大。看不出老师的儿子这么大了，哇！所以还帮你上网去宣传，是不是？是，女儿也会哦。不过现在应该全家都用你的手工。当然哦，真的都改用了。所以儿子也用，对不对？也用。那他一定要尽点力呀。带去。那他就是回去，就是休假回来回军中的时候，就当兵的时候就带回去用这样子。对，是。那有没有听说他部队里面的同袍会一起使用他的手工香皂？他应该很骄傲说这是俺妈妈走改手工擦骨啊，是对不对？所以还是会帮忙。所以其实基本上如果说台大小卖安用改手工改擦骨，然后小上课。有没有什么样的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上课可以搜寻我的安的手工皂的脸书的一个粉丝页，然后这样子跟我联络。就是只要上网打安的手工香皂粉丝页，就可以直接跟老师联络。所以老师有课程，目前在新华屋有，还有在自己的工作，在工作室也有。对，然后要不然就是到新瓦屋的13号市集跟你买也可以，对不对？可以。不过今本的节目都注意哈，其实今天相信用心朋友来看基本的改节目的期都都有意思哈。不论你想要去嘎走，然后某想走去卖都容去都走单哈，就看自己的兴趣。最重要的事情是今天要送礼物给大家。是老师你人好哦，我觉得这个礼物真的好好。这个是左手香橄榄香。橄榄乳皂，对，这个有加牛奶，哈。来，用心朋友哈，金不呢？我们老师准备了5份，哇，真的是5份大礼耶！这里面除了是很好的香皂，也是满满的诚意哦，对不对哈？所以今天呢，用心朋友要怎么样得到安用改手工改擦骨嘞？动简单，你是送过去来改。脸书哈然后呢留言，然后我们要问问题哦。问题是，请问要在什么地方买改提供走的卖到线上改手工擦骨？答案是什么地方？老师说13号市集，你看都公布答案了，或者是赶快去到那个地方，跟我们老师可以面对面的见面哈。用心朋友哦，你准备5份哦，希望大家哦加来留言呐，好利哦。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老师，非常谢谢你来哦，继续加油，好，谢谢你，好，用心朋友咧，天天下来做认同了。